大家好，我係深圳娛樂通。今次自費體驗連鎖店天上明月 SPA， 主打9000後年輕機師，中泰式搖浴初操精油 SPA 結合，手法專業，服務細緻，最大亮點全程免小費，可留宿不強制推銷，環境乾淨舒適。咁大家可以去比團啊、大眾點評啊買呢一個團購，係會比較優惠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大眾點評佢個服務同埋收費啦。咁聽講咧，呢度一個就係呢個110分鐘咧，搖浴初操呢一個精油 SPA 咧係最火爆嘅。咁佢喺大眾點評嘅價格咧就係351蚊嘅。咁啊，佢會先做20分鐘嘅浸浴，再做20分鐘嘅初操，之後就會同你用精油呢一個按摩嘅。好啦，咁我請呢個前台咧服務員咧介紹下呢度啲項目俾大家啊。大家好，我哋呢度係天上明月 SPA 店，呢邊主打嘅係浸浴、搓背呢啲，仲有精油按摩。我哋呢度啲項目咧又分時間段咯，有80分鐘或者70分鐘、100分鐘、110分鐘咁嘅。70分鐘同埋嗰個100分鐘咧係唔浸浴嘅。80分鐘同埋嗰個110分鐘以上咧都係會有浸浴、搓背，加埋精油 SPA 呢啲。平時多啲按嘅係110分鐘呢啲咯，浸下浴，然之後搓下背，再放鬆下，按下精油，會比較舒服、舒適啲。做100分鐘以上嘅項目咧係可以過夜嘅。我哋呢度係全綠色正規店。